本店都是现点、现做、现擀。我们尽量把它从里往外推远。它有一定的厚度吗？厚度有些客人他喜欢吃比较厚的话，我们就会，因为它的重量是固定的，如果是吃比较厚的话，它的饼皮会比较小。所以可以按照客人的喜好，我们去把面皮处理到客人喜欢的厚度，是不是？对。就这个牛肉是有卤过的。对，我们自己卤的。这个酱料都是你们自己调制的吗？哎，是。放2条小黄瓜，是。再来是葱丝，然后是美生菜。那我们都会对切，哎，这样就是1份。手手，它如果全部都泡泡的话，都是手手。因为它这个手工切制的话，它有大有小。牛腱心，那你们这个卤汁是自己调的吗？哎，是。那一次卤要多久？大概半个小时左右，然后还会这次盖起来然后再继续卤上。所以牛肉你们是每天都卤吗？对，每天卤。那猪肉呢？猪肉是采猪的哪个部位？猪梅花。它有带一点油脂，吃起来比较爽口。就不会那个比较柴，它柴的对吧？它带一点油脂，会比较口感比较丰富。对。那猪你们有事先腌制吗？有腌制。有自
自行腌制，那你们像你们的酱料也是自己调的，自己调的。自己调的。那像面皮的部分，你们都是自己做，自己做，自己买中筋粉面粉回来自己做。都是现点现做，它就是要那个食材新鲜一点。所以客人在现场都会等一下。对，都会等，因为我们做一份大概3到5分钟这样子。那有客人会事先预定吗？会，你如果叫多一点，或者是有预约的话，就是可以的话，就是提前打电话，就不会等那么久。